OK，好啦，咁呢一度咧就會係少少關於譚迪雲嘅數啦，然後我算你啦，一題咧好特別，又唔係，但係 A part 會成日出嘅，所以你可以當係 A part 嘅上下啦。咁要點樣做咧？呢一度好啦，好簡單嘅啫，每轉一次90度，成唔到次。呢一度每轉一次九十度，你見到係，OK，每轉一次九十度咧，其實個坐標就會轉一次。咁即係我舉個例子啦，呢一度佢本身個坐標係4負2嘅，咁佢按上旋心轉之後會轉到呢度咯。咁我嘅意思佢會轉一次，即係話佢會由4、2轉個，唔係呢一度，係4、2應該係呢一4負2應該係呢一度。好特別，佢話會轉一次嘅意思咧，即係話佢咁樣轉一下，佢咁樣轉一下之後咧，個坐標咧係會轉一次，即係會由4、2變成2、4。咁正負會唔會調轉咧？正負咧就要睇佢喺邊個象限度。咁你見到啦，去到呢一度咧就會係兩個都係負數，咁所以就變咗負2、4。咁如果再轉一次90度，轉到嚟呢度咧，佢個2同4又會再轉一次變成4、2喎。咁4、2之後咧就變咗做，因為呢度係負4啦，所以佢就變咗再轉一次咧就變咗做2同4咯。你見到坐標係會對住一次，咁正負點樣睇咧？就係睇佢嘅象限係邊一個象限咯。咁所以 B 嘅坐標咧就好簡單嘅，應該就係負2同負4咯。係，咁所以咧考慮到呢一點，你就會畫得出一幅咁樣嘅圖線嘅。好啦，呢度係 A 啦，因為佢係4負2嘛。記住畫嘅圖咧要合比例嘅，意思即係話，既然呢度係負2、負4，咁負4應該會係低少少，即係呢一度，呢個就係 B。好，咁如果佢話啦，佢移到 T 啦，向上移到 T 單位，即係話呢一點咧會向上咗 T 格，唔知幾多格。但係咧移完之後咧，AOC 會有一條共線。我諗咩叫共線？共線嘅意思係呢個，佢哋話個共線即係同一條線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度應該要再畫好少少，就係話呢度咁樣咯。而 C 咧就係呢一格。咁個做法就係咧，將 C 呢一點，因為佢係移上 T 咁多減嘛，即係話佢個 Y 座標會用得 B 嘅 Y 座標，咁所以負2照抄，因為佢係上一極，就會係負4加 T 咁樣，負4加 T。咁因為佢哋係共線啦，你會有 AO 嘅 slope 嘅，就應該會係負嘅先0減2，跟住0減4，就會應該係負2/1咯。因為佢哋係共線嘅關係咧，佢哋嘅斜率係一樣嘅，咁所以咧就係咁樣咯，等於負1/2，負4加 T 加2啊，就係負2減4啦，OK，然後就會等於啲乜嘢咧？你見到呢度係負1除2，咁呢度就會係負6咯，呢度加2就會變咗 T 減2咯，咁呢度就會加出相乘，負6乘過去咯。就變咗做正3咯，加2 T 就會等於5咯，就係咁樣。